来关心经济劳保局2021年的精算报告，若无启动年金改革，劳保会伫咧2028年破产。这个报告嘛精算出2023年收支逆差差不多是880亿，实际上逆差却是446亿，这嘛引起劳保敢会延后破产的讨论。有专家认为讲，精算报告是用来参考，嘛呼吁政府都要好好面对劳保财务的危机。劳保局的普通事故精算报告每3年公布一届，根据2021年的精算报告，若无启动年金的改革，劳保会伫咧2028年破产。因为上新的精算报告会伫咧今年出来，上新考虑各种变动的因素，劳动部按算甲欠工、基本工资提升等等的参数嘛纳入考虑，反映实际情形。这报告是在看趋势，看未来的流量是长怎样，因为我们有纳入人口之类的嘛，哈，用国发会的人口来看嘛，都会把这一些东西把它纳进去，看未来的趋势，这个是劳保条例规定，我们每3年要做一次。2021年的报告嘛，精算出2023年收支逆差差不多880亿，实际上煞干那逆差446亿，嘛引起劳保敢是延后破产的讨论。有专家认为讲，劳保财务是老问题，亲像有立委佫一届提出劳保财务应属特别条例，都是一个协助改善劳保的做法。这个精算当然可以作为政策推估的必要，但是可能还是要回到那个解决策略。解决策略要先做一个过去债务的框定，各党要一起背书，这个事情太大了。寄望于拨补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，那我觉得它可能有一定的危险啊。所以正本清源之道，还是大家理性的来看待劳保的整体财务的这个状况。针对政府当时要启动劳保的改革，劳团无要加做联想，强调政府甲上加工资调整纳入精算报告的计算，是认同调整，除了对劳工生活有帮助，嘛有利社会保险。而且认为讲，除了拨补以外，面对劳保财务的问题，政府应该好好来面对这个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